我们拍手来赞美他，哈利路亚！因为他是值得我们称颂、值得我们赞美的。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何以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我们不停止拍手来赞美他，他值得我们配得我们所称颂，配得我们所赞美的。哈利路亚！赞美主圣名，赞美主圣名，赞美主圣名，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永远长存，我们一起来，让我们献上赞美祭，何以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我们现在跟前后左右的跟他们挥挥手说：“耶稣爱你！”我们一起来赞美他。我们边唱的时候，我们边来思想，我们来数算他给我们的恩典，赞美主圣名，赞美主圣名，嘿，赞美主圣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你心，怜悯，你慈爱永远长存。我们可以一起跳起来赞美他，我们献上赞美祭，何以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让我们献上赞美祭，何以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让我们一起来，让我们合一，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神的膏油，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神的膏油，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神的膏油，神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是配得我们赞美的。我们一起来说，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我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你，能呵护你心意，一生跟随
求他的名，求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已先爱我。我们要跟随他的脚步，跟随你的脚步，活出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我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我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就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已先爱我。是的，他已经先爱我们每一个人了。哈利路亚。跟随你的脚步，活出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我们一起说，更多亲近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我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让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们一起来说，可以张开我们的双手，跟主说：主愿，我愿这一生更像你。主啊，我要与你同行，我要紧紧跟随你。哈利路亚！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来自己来做一个祷告，我们来跟他说：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先爱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里站立。主耶稣，我们愿意每一个人敞开我们的心，紧紧的跟随你，紧紧的在你的面前，紧紧跟着你不放手。也求主耶稣引导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前面的道路，牵着我们每个人走我们的人生路，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主，你已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称赞。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
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主，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就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都能讨主的喜悦。我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唱这个歌的时候，我们能够敞开心来，在主面前认罪悔改，并且求主接纳我们，怜悯我们。哈利路亚！主，你已救赎我们，造就我们，为你征战。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主，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主，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主，在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我们再次来说，主，我们会转，求你赦免，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你。是的，主，哈利路亚。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救赎我们，谢谢你召集我们来为你征战。愿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审查我们的自己的内心，准备我们，预备我们，不是在我们所认为可以的时间，而是主你为我们所定的时间，就呼召我们每个人起来。主啊，我们愿意献上自己，摆上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并且求你圣灵此刻浇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敞开心，打开耳朵，让你的话浇灌在我们这里，成为我们的帮助。哈利路亚，赞美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依然站着，我们来以使徒信经做我们信仰的告白。大家一起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应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任内受难，被
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我们来进行今天的奉献，请诗献的同工来服务，请大家用感恩的心来献上。来，我们一同来做奉献的祷告。创造宇宙万有的大主宰，昔在、今在、永远在的阿爸父神啊，我们恭敬的来到你的宝座前，真心诚意的敬拜赞美你。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和避难所，我们要遵从你的圣名到永远。主啊，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跟路上的光，使我们不致偏离了你的道。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发出亮光，就能使我们得着智慧。也愿恩主常常指教我们当行的路，当做的事，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荣耀你的名。阿爸父神，我们衷心感谢你，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现在我们以面前的奉献作为祭物献给你，我们甘心的乐意的奉上，愿你悦纳。最后我们用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来报告，大家来看周报。如果有本周的聚会有轮到的人，请你准备啊。我们来看教会的消息。本主日是台北中会校园事工奉献主日，感谢金城教会的陈恒仁牧师，他等一下要带来的信息。愿主继续保守监护他们所做的一切。那本堂的义节牧师呢，都前往金城教会正道，请大家为北台湾大专校园事工关心奉献。第二点就是因应疫情的升温，北市府社会局决议从4月25号到5月24号，各类型社福据点要停止课程活动跟餐饮服务，来降低群聚感染的风险。我们本堂会配合北市府相关的措施，为了降低群聚的染疫风险，从本主日起，我们的主日爱餐就同步暂停了，只是团契的用餐不在此限。第三点，2022年3月份财务报表公布在公布栏上面，请自行参阅。教界的消息是本主日下午3点，北中李春生纪念教会举行罗荣斌牧师进城退休感恩礼拜。第二点，从受派是本堂之神学生黄伟康牧师，大家都认识的啊，经就任新加坡长老教会西年堂主理牧师。下面奉献的明细，请大家参阅，如果有错误的，请跟会计来更正。我们要来攻读神的话语，记载在路加福音第5章27到32节。路加福音
第5章27到32节。那我来念单数节，请大家来念双数节，好不好？来，27节。这是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对不起啊，老花眼，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愿神祝福给听他话的人哦。今天我们要讲到要请陈牧师为我们证道，讲题是教会的孩子啊，教会的孩子。各位同工、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今天能够有机会在这个大专奉献纪念主日来到建成教会。一方面要鼓励大家继续关心大专的事工，因为有许多的工作者，他们大概关心了300多位的这个大专生，在不同的学校，在那当中关心他们、陪伴他们成长。那也呼吁大家也能够一起来看重在大专生的侍奉。另外一方面，我也非常的感谢上帝，透过建成教会的牧者、长子同工跟弟兄姐妹的关心，让我们教会透过这个圣餐指定奉献。不晓得我们弟兄姐妹是不是知道说教会都有圣餐指定奉献，今年有特别为着金城教会来奉献。那为什么要为金城教会奉献呢？其实是因为我们金城教会有做一个青少年事工，等一下要跟他分享。透过大家的关系，我们真的感受到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也透过我们在做这个事工的时候，更体会哇，原来耶稣的话要去实行，容不容易啊？不容易耶，不容易耶。想得很容易，或是听得好像很容易，但实际上呢，哇，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盼望透过今天的信息，也更与大家一起来分享，让我们的心被神来扩充。更明白神的心意，也回应神的呼召。我们再一次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跟随你。主啊，你呼召利未，主你也呼召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主，你要带领我们，使我们在认识你的道路当中，主啊，怎么样能够学习，真的是定睛在你，看见神你所做的事比我们想的更大。主啊，愿意开我们的心，看见上帝你的心意。真的明白神你爱世人的心意，谢谢主，将这段时间恭敬交托仰望，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2006年的暑假，我那时候是研2的神学生，我们牧师交代给我一个任务，要带领教会的福音队，一起去参加这个福音队的侍奉。那我在那里我在那边实习已经快结束了，哇，这个重责大任要到，后来我就说好，那我们就到原住民的部落，因为我以前在神学院是参加这个原住民的团契，所以我认识一些原住民的牧师，所以我们就到原住民的部落，在泰雅族的部落，在那里有几间教会，就比较每间教会都没有非常就是规模没有很大，所以我们联合来做这个福音队的事工。就我们其中选定一间教会，要在那里办这个青年的算福音的聚会。但是呢，我们到那个教会，我们先到那个教会拜访的时候，那个传道人看到我们听到我们要做这个事工，他就先摇头。他说：“我们教会的儿童青少年非常的少，所以你做这个事工，我不晓得会来几个人。”但是呢，这一方面也说好啊，听传道这样说，我们就说好。但是呢，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我在实习的时候，
那间教会，我实习的教会是一间非常很重祷告啊，巡回祷告，而且知道说，传福音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是靠上帝，不是靠我们。他说，牧师都教导我们，你要做这个事工之前，你就先去那个地区，先去部落巡回祷告，也顺便宣传，就让上帝自己带。结果我们祷告巡回的时候呢，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每一天都发觉我们后面跟了很多，说跟屁虫嘛，跟了很多小朋友，就我们只是走在部落里面，大家都说，外来的人没有看过，就开始跟在我们后面，就越跟越多，就说，我们这里有办活动，结果那一天晚上，传道说教会没有什么人，这个活动大概办不太起来。结果那一天晚上，同工有10几个，下面有来了30多位儿童青少年，坐满了整个教会。哇！我心里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跟牧师跟传道讲的不太一样？不是没有什么人吗？但是人满满的，只是这些孩子会留下来吗？他们有机会成为教会里面的孩子吗？还是我们仍旧可以有很多的借口说教会就是没人，办这个活动办不起来。我那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印象，我说不是没有人，是人都在外面，而我们有没有出去将耶稣的爱带给他们，也将他们再次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们今天这一段要读的经文其实大家非常的熟悉，因为他说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收税的人，名叫利未。这事以后，其实指的是刚才在不久之前，耶稣才医治了一个瘫子。所以有一群朋友，他们为了让他的好朋友能够得医治，他们想尽办法让瘫子来到耶稣面前。耶稣不仅医治瘫子，他还赦免他的罪。所以吸引很多人的注意。哇，那瘫子会走路了，哇，在那边归荣耀给神，所以是一个荣耀的时刻，大家都注目在看耶稣。可是耶稣没有停留在这个荣耀里，他就离开他们。可是离开他们的时候，应该背后也跟着一群人，除了门徒，还有一些希望继续看耶稣做事的人。结果没想到，耶稣的关注的眼神是看到一个税关里面有一个收税的人坐在那里，那个人名叫利未。可是当耶稣接近他们的时候，其他人其实在旁边观望啊。耶稣在干嘛啊？耶稣到底在做什么呢？因为难道耶稣不知道那个收税的人对他们来说是多么可恶的人吗？甚至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甚至是形容他们像税棍，说这些人不仅是帮罗马政府来跟他们收税，而且里面常常还会收更多的税，收更多的钱，为 A 他们的钱进入他自己的口袋。所以其实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人，想说耶稣到底在干嘛？耶稣居然来到面前说：“利未，来跟从我。”不可思议的是利未的反应，利未也就起来撇下一切，跟从了耶稣。不仅这样，耶稣居然还跟利未一起吃饭。利未他不仅是他认识耶稣，说耶稣，这个跟别人不一样，他呼召我，他要把这好消息告诉他所有的朋友。所以他找了那个收税的朋友，他的朋友只有收税的朋友比较多因为其他人都很讨厌他他找他们来，也有机会听耶稣说话，来认识耶稣。耶稣跟他们一起坐席。讲到这里就说这个不就是圣经故事吗？这个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就大家呢就动没掉，就在旁边说法利赛人跟文士就在那旁边，台语叫嗷嗷念碎碎念或者在那边埋怨他说：“你们为什么跟税棍跟坏人一起吃喝呢？”你看他们还不敢直接找耶稣呛声，他们直接在旁边那边碎碎念可是他们的碎碎念应该蛮大声的所以耶稣其实都听到。耶稣回答说：“我来的目的不是要招好人，乃是要招坏人悔改。”这段经文对我来说实在是加剧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圣经，会不会说加剧划线？可是我以前都是用理性，真的是用比较理性的方式理解耶稣实在是非常的有爱，耶稣爱世人，耶稣爱罪人，跟这个收税人在一起。我们只知道这个收税人多么可恶但是耶稣居然跟他们在一起，跟他们一起坐席耶稣来就是要召坏人悔改
他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啊，生病的人才需要。所以耶稣来就是这个目的。到现在为止，应该大家都觉得，OK 哈，这都可以接受，就是这样嘛哈。但是呢，这件事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O 不 OK 啊？有一次我在这个教会在带那个圣经故事班，我们之后都会看完，就是圣经故事班讲到一段落，我们就要看故事，这样就会看一个影片。那一天我们看《耶稣传》，耶稣传的时候就演到这一段的时候。就演到耶稣怎么样跟税吏在一起，怎么样跟那些被讨厌的那些妓女在一起，跟那些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在台下看的时候，我突然有点生气。我发觉我其实很像法利赛人，其实法利赛人其实就在讲我，我真的还蛮生气。我想说，耶稣你是圣洁的耶稣呢，你怎么可以跟这些人在一起？我真的看的也还蛮生气，想说难怪法利赛人那么气，因为他们想不明白。如果是我在当时候，我可能也想不明白，想说耶稣你在干嘛啊？为什么会跟这些人一起吃喝呢？我不知道，现在你想明白了吗？还是你还停留理性的啊？知道说好，耶稣是这样，那我们会怎么行动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从听道理到实践道理的距离跟挣扎，就是金城教会青少年团契的故事。在2019年的圣诞节，那一年教会决定说，我们要去户外办圣诞活动，一场要办在教会，一场要办到户外。教会需不需要传福音？需要。我们常常祷告说，主啊，求你将得救人天天加给我们。我们需要很多人认识耶稣。你有这样祷告过吗？有。对，我们说我希望。所以我们就真的去了。我们说好，我们就去公园办。而且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希望有人能够信耶稣。办完这个活动之后，那一年的隔年，那是圣诞节。隔年我们就决定要将教会分成青少年团契跟学社青团契，因为我们的青年都长大了，所以是学社青比较多。所以呢，青少年剩下3位。我们想说好，我们就好好的顾这3位。希望能够带领他们。结果没想到呢，当我们办完这个聚会之后呢，我们说第1场在公园，第2场就回到教会里面。就第2场呢，有大概6、7位的孩子，因为最左边的这个国中生这国中生演男主角，我应该画这边，国中生演男主角，他算是其中的一个战士啊大家觉得他蛮帅的就跟着他。来到教会那一场的聚会，不仅这样，我们就说好，欢迎你们也可以留下来参加礼拜6我们都有青少年团契的聚会。就我们想说只是这样说而已，结果这些孩子真的来了有大概6、7位的孩子加我们原本3位的孩子，那快10个孩子我们原本是隔年才要青少年团契，结果在那一年的年底就开始青少年团契聚会，而且上帝已经将得救的人。虽然他们还没得救可是来教会的人已经马上加倍来到我们当中怎么办呢？就做就带他们陪伴他们，想说OK， 好像这样做还行但是渐渐问题越来越多，因为你开始会听到他们这些的孩子，有些开始嘴巴不小心就会骂出脏话听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就我有没有听错？听到他们故事我换男朋友了而且今天交一个，可能下礼拜又是不同个有很多想说，怎么跟我们原本期待教会的孩子不太一样说教会的孩子应该是乖乖的孩子我们后来想说没关系，目前还没有做很多，就是这些。好，那我们想办法看能不能改变他们求主帮助我们，让他们能够得到改变。后来我们就很努力的在这当中陪伴他们但是发觉他们的生命其实有很多，除了礼拜6他们来一下下，平常的时间他们都是在外面他们最常在一起的地方包括公园，包括撞球间还有因为他们很需要朋友，因为他们的家庭得不到温暖，所以他们都细鬼啰啰嗦我说主啊，我到底要怎么办呢？到底要怎么做呢？就在去年就在那个隔年2020年开始疫情所以没有办法在教会聚会
所以我们又再一次回到公园里面，说我们到公园里面去看这些孩子，在那当中，有一群孩子在那边打球，还有我们之前关心的这些孩子也在那边打球。原来那边有2位志工妈妈，他们就像是被神呼召的利未一样，他们的生命因着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改变，经历那个婚姻的破碎，跟进入原本要自杀的，神把他救回来，以至于他在那边爱这些孩子，陪伴这些孩子。我就说，后来疫情告一段落，说，有没有可能我们一起来关心这些孩子？本来想法很单纯，却不晓得后来要付的代价那么的大。我们开始想尽各样的方式，开始谢谢教会的长老愿意支持，因为第一个要解决的，因为开始人越来越多，本来我们说10个，后来开始20个、30个，礼拜6来教会吃东西。可是感谢上帝预备了这一位长老，这是孩子们心中的阿嬷，每次来都阿嬷阿嬷，因为阿嬷会煮好吃的东西。这位长老他愿意说礼拜6晚餐我负责出钱，负责煮饭给这些孩子吃。哇！但是孩子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发觉说哇，这个同工们很辛苦，因为要想各样的方式吸引他们，带领他们。从一开始在上面讲很大声，下面也讲很大声，你是要跟他们掐扁的。或是有时候你带完聚会后，那辅导说：“哦，你带的聚会实在是有点无聊这样子孩子会想参加吗？”这让我们很挫折到后来，一次一次在流眼泪在讨论，在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带这些孩子，陪伴这些孩子。”到后来，那个辅导是要每一次聚会要带2包大糖果要有奖征答要丢糖果给他们，才热切回应。我们想尽各种方法，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可以怎么样来帮助他们更认识你。所以我们开始举办有猎人学校，带他们去爬山。你看他们青少年还在耍帅，是因为有一个辅导冒着生命危险在大马路为他们拍照。所以我特别很喜欢这一张照片。看我们的辅导们在那边蹲着，在那边拍照青少年就负责耍帅带他们去户外活动，带他们去参加志工学习，带他们去参加青春无悔的营会。很感谢建成教会的奉献，其实就是支持在这次的营会当中。但我们看到的照片是非常美的，哇，他们很热切参与。但是其实这4天3夜，第1天就让我上了震撼教育的课程。因为虽然我参与在这青少年当中，但是其实大部分时间是有2个志工妈妈，很多时间晚上的时候陪伴他们，因为他们很多的孩子，他们其实是逗留在这个撞球间，在社区的孩子，在公园里面，所以妈妈们常常是陪伴他们，从礼拜5、礼拜6、礼拜天，暑假的时候是每一天陪伴他们。你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不做这些事情，这些孩子他们很多人，他们很容易就被利用，被去当作帮派的小弟，或者是去做一些犯法的事情。当他们还不认识主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外面不晓得他们，虽然现在他们还在找寻方向，但是他们至少知道，当他们有困难、有难处的时候，他们可以找耶稣。因为这2个妈妈们陪伴他们，或是来到教会，我们一再跟他们说：你有任何事情，你可以祷告来依靠耶稣，你能够来经历耶稣要在你生命当中改变，让你不陷入在那样的罪恶当中。但是要说这些容易，实际上有很大很大的挑战在拉扯着他们。我刚才说这个4天3夜的营会，我们计划好好的，哇！我们要带他们去上课希望上这个青春无悔的课程，让他们生命得到改变，知道两性教育的重要，知道他们要怎么样好好的过生活有好品格，这是我们美好的期待。但是第1天的晚上就给我震撼教育。第1天晚上我就收到民宿老板的电话，
老板就打电话给我，他说：“牧师，我想问你一件事情。”我说：“哦，好好，请问孩子们可以打麻将吗？”我说：“哈，打麻将？”他说：“我就说我们为什么会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他们已经准备好麻将来这个营会了，来那个民宿了哈。因为那个民宿里面有麻将桌，这个可能要打麻将的人才都会眼睛很亮哎。他说民宿都有麻将桌，所以他们已经准备好要开始打麻将了哈。我就说哦好哦，因为那时候刚过完年结束，所以过年的时候这些孩子都在打麻将哈。那当然抽烟啊、吃槟榔这些都是有一些孩子都有这种行为这样。更让我想不到的是，他们居然带了那个烟火，没放完的烟火也带去，所以他们就说我们要放烟火。但是我们就在想说，到底要怎么做比较好？这2个志工妈妈其实陪伴他们，就是说，其实，在不犯法的状况当中，我们允许有些事可以做，但是要教导他们这样。但是他开始一放烟火，哇，就开始有人抗议了哈。民宿老板电话又来了，牧师，那个你们放烟火啊，叫远一点放哈。而且那个有点危险哈，因为他们好像是带1箱烟火来。我想说1箱烟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1箱烟火哦？我想会不会爆炸这样子？那个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哈。我说主啊，这些孩子啊，要陪伴这些孩子多么不容易。也开始有教会人说，这样这些孩子会不会影响我们原本在教会比较乖的孩子？这些孩子来到教会会不会破坏教会呢？这些孩子来到教会怎么样？甚至我们会听到这个周围的邻居，周围邻居会跟我们说，教会的孩子，要说你们教会的孩子在那边吐槟榔汁哦，要提醒一下。你们教会的孩子在那边抽烟哦。我想说主啊，是外面的人都一直说这是教会的孩子，因为他们来到教会里面。如果是建成教会，会接纳这样的孩子吗？好好想一下。我一直在想，耶稣为什么会选择利未？耶稣选的是那些被人看不起的，那些人家根本不想跟他在一起的人。但是耶稣因为爱，他来到这世上就是为了救这些人。他到他们身边，他去听他们的心声，他去陪伴他们，甚至跟他们一起吃。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渐渐我的心被神打开。我要来分享这个阿江的故事。在这2年多来带这青少年的过程当中，非常的不容易，跟以前想的带青少年的方式，前面有一些你们看到很多还不错的那些的例子，但是那只是其中一部分，因为很大的是来自他家庭的状况。阿江他们家总共有7个孩子，现在还有家里有7个孩子，他是第4个孩子。所以他爸爸呢，他爸爸跟我年纪差不多哈，他爸爸跟妈妈已经做阿嬷了，这样大家听得懂吗？就是他的姐姐大姐已经未婚生子，所以又生了一个孩子在他们家中，所以他们的家的孩子哇，总共就有除了阿江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孩子，他们家大概住了10几个人。我以前都是听这个辅导说，他去他们家去关心这个孩子，他说他的爸爸曾经还自杀未遂，因为压力太大了，因为要养整个家，虽然他们家有低收入户啊，有人关心他们，但是他爸爸其实有点撑不下去，我就说哦好，但是我都是听这个故事而已，我还没有机会实际去到他们家。但是就在去年的圣诞节，我们办了一个很健康的活动，叫做圣诞运动会。圣诞运动会顾名思义就是大家一起来运动，很健康吧？想说哇，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的青少年，让他们就是可以发泄他们的体力啊，可以在那边我们想的很美好，但是他们做的跟我们想的都不太一样。因为呢，我说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那个无照驾驶，他们就骑 autobike 这样子。我们其实说教会办的活动，我们都说你不可以骑摩托车，因为骑摩托车，可是他们家长允许他们骑摩托车，你说家长为什么允许？因为他家住在半山腰，
爸爸很年轻，在他很小的时候，爸爸就说：“哦，好好好，叫你骑车吼，啊，你有时候就可以骑车啊，有时候接送家里的人去买东西比较方便。”所以甚至他们都可以，就是他爸爸妈妈允许他们骑车。但是对我们来说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哈。但是我们就跟他说不要骑车哈，对，跟教会的活动不要骑车，因为我们知道骑车早晚会出事的，不是被抓无照驾驶哈，就是会发生事情哈。那一天就在我们圣诞运动会结束之后哈，因为他阿江哈跟他的朋友比较晚来运动会，所以我们没有特别，因为就在教会没有多远的一个活动中心，一个那个运动中心、运动场嘛哈，所以我们想说大部分人就走路或者是坐公车，偏偏他们就是骑车。那一天他们三贴哈，阿江载了他女朋友，前面又蹲了一个比较小只的一个青少年哈，就这样子骑车哈。所以他们就在骑要回教会的路程呢，因为我们已经运动会结束，要回教会吃饭。回教会的路程呢，哈，就跟车子转弯，后来他们就撞下去了。我的机车就在他们已经发生这些事情，大概过了几分钟之后，我骑同样一条路。当我骑过去的时候，我就看到旁边就有救护车，有警察在那边。然后我就看了那个背影，然后我心里想说这是谁啊？可是心里突然觉得，该不会是教会的孩子，该不会是我们的孩子吧？所以我已经骑过去，我想说不行，我回来确认一下好了。如果不是，就可以先放行啊。如果是赶快要怎么处理这样。就一转过来，就跟那个坐在地上的那个青少年四目相交，他就说：“牧师。”我就说：“完了，没有，我心里就想完了哦，是我们的孩子哈。”看到这个阿江，他已经坐在地板上，他好像，因为我想说是撞到哪里哈，因为他看起来非常的不舒服哈。他女朋友没有事哈，他说还有一个在救护车上，我想说。糟糕，在救护车上，就看救护车那个也还好，没事，就是阿江最严重，因为他的这个是大腿骨就瞬间断，所以就是在那样的情况当中那样子。我们以前要跟他们讲说不要骑车什么什么的都很难讲，但是也因为发生这件事，我们开始去关心他们说，知道骑车会带来的影响跟后果。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看重这件事情。原本他没有办法，我们想说哇，他的这样子受伤，他有没有办法去营会？就神很奇妙的让他复原得很好，所以今年2月他也跟我们去营会。因为他们家那么多孩子，其实他常常是被忽视的孩子。可是，在那一次的营会当中，哇，看见他很认真的投入。而且在那当中，我们最后是举办一个婚礼，他还是婚礼的主持人。他本来说不要，但是站上去的时候，他就很认真的把整场婚礼主持完，就可以看见他的生命其实是需要被爱、被肯定的。这个是嘉祥的故事。嘉祥去年11月来到教会，他12月就被抓去少年观护所。金城教会是在土城的地方，土城地方那边有法院，还有观护所，还有一些的关犯人的地方，都在土城的地方。他是他们当中的，人家说老大比较大哥型的，所以他第一次他来到教会的时候，我心里想说，就有人跟我说，这是某某人某一个青少年的哥哥，那他都比较是好像有大哥比较是可能有跟一些的帮派的可是他们来到教会了，我们还是欢迎他们。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因为来到教会都要请他们留名单还要帮他们拍照，我就留给他，他就留名完之后，我就说，我可以帮你拍个照吗？他就说好。就他原本是那种很大哥的气势但是他看到我的时候，他回应我的时候就很腼腆他就说好，后来就把口罩拿下来就对我笑了一下就嘿嘿嘿这样结果我一看他，我就笑出来了因为他的嘴巴因为槟榔汁的关系，所以嘴巴牙齿都是红红的。我觉得大哥还蛮可爱的
虽然在外面好像逞凶斗狠，可是其实他还蛮勾追的。可是我们都还来不及好好的关心他的时候，就被关了这样。因为他涉嫌被利用，为了就是被利用后来就去涉嫌贩卖。幸好是第一次，而且他刚好卖给网络警察，所以呢马上被抓。他都还没开始那个，可是我说感谢主，感谢主的介入。因为我们其实有时候觉得接触他好像有点太晚才接触到他，但是因为开始关心他、接触他，虽然他去少管所关了1个月，之后还要开庭什么的，可是我们开始去他们家中，陪他妈妈，跟辅导陪他妈妈去见保护官，保护官来他家里探访，我们去知道怎么样来关心这个孩子，陪伴这个孩子。感谢主，在这之后。因为他还没有18岁，所以其实我们的台湾还给很多青少年这样的机会，希望他们能够改变。所以这是我们最近前几个礼拜才一起去阳明山采海芋的照片。所以他现在继续留在我们当中。这是谁的孩子呢？当这些孩子他们来到教会当中，不知道你会不会愿意承认说他是金城教会的孩子，他是虔诚教会的孩子？还是以为说，哎呦，这些孩子，你知道，当我第一次听到我们的邻居说，你们的孩子在我们那边破坏，你们的孩子在那边吐槟榔，你们这孩子在那边抽烟，我心想说，好哦，真不好意思甚至这些辅导第一线的辅导陪伴他们的时候，被警察骂，警察说你为什么纵容他们，甚至为什么你们提供烟酒给他们？我们说我们没有啊，因为我们还没接触他们之前，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了。他说你应该劝诫他们不能骑车什么什么的。我们辅导真的是先爱他们，陪伴他们。当然我们会跟他们说，但是不是那么容易就改变了。但是甚至是被人家，甚至金城教会现在在那个警察局还蛮有名的，可是是不好的名声，因为他们都误会我们，甚至来说邪教，说你们教会是邪教，还甚至告诉这些孩子的家长说，不要让你们的孩子去金城教会。可是因为我们其实现在都有家长群组，我们跟家长关系都很好，家长还会跟我们说，警察说你们是那个，我们说没关系没关系，警察他们不了解，甚至传到那个学校里面，有些学校的老师也不了解，他说其实他们有些人了解的，他就说谢谢你们关心，不了解的就会乱传一些话，说这个教会都怎么样不好。甚至最有趣的是，他说教会有一个坏心的牧师在带他们，所以今天坏心的牧师在这里。我想说奇怪，我怎么名声有机会到学校还变成坏心？我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们的辅导有时候被骂得很难听，说为什么还要让这些孩子这样子？但是我们其实是在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跟呼召。我们陪伴他们，希望他们生命有机会改变。希望在他们还没有被关，还没有被抓去当那个贩毒的人，还没有在接触这些之前，有机会神的爱能够接触他，有机会上帝的爱能够临到他。这是上礼拜所发生的事情。上礼拜在教会的聚会当中，上礼拜是复活节嘛，复活节我们是礼拜6聚会，所以在受难周复活节，我就在想说，怎么样能够帮助这些孩子，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再一次，所以我们跟他讲很多复活的故事，耶稣的受难，耶稣的牺牲是为了他们，他们也会祷告。我说我要好好的让他们看一下这个影片，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影片，我就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那一天晚上，我们就看了一个最痛的时刻，一首诗歌，还有耶稣被鞭打。那一天我们灯都关起来，孩子坐在下面。都没有声音我觉得圣灵很大的工作在这当中，就是在他们看完之后，他们很多的问题，他们开始问说：牧师为什么耶稣被打成这样？牧师那个耶稣为什么要来到世上？然后耶稣怎么样？后来我就开始跟他们回答关于耶稣的事情，也跟他们分享，我们今天无论是牧师或者是这位爱他们的这些妈妈们，陪伴他们，都是因为耶稣先改变我们的生命。我就提出邀请说，在我们当中的年轻人们，你有没有愿意让耶稣成为你的救主？愿不愿意能够经历生命的改变？我们
跟辅导讨论说，我们每一个月的庆生会，我们都要来呼召一次，让这些孩子有机会决志信主。上个月其实我才呼召过，所以上个月我说是，如果愿意的手举起来，所以里面就有3、4个孩子手举起来。好，我这次想说手举起来，我可能看不太清楚，说你如果要相信耶稣，请你站起来。好，站起来说相信耶稣。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当我想说，请你站起来，你愿意相信耶稣，全部站起来，请站起来的时候，全部的孩子突然全部站起来，这样，我吓了一跳。我想说，是神迹哈，是神做的工。当我们常常在关心这些孩子的时候，甚至觉得走不下去了，甚至觉得说这些孩子都不改变，可是神已经在他们生命动工。我想说奇怪，我也没有说好哈，有没有？我也没有看任何一个人在旁边说，我站起来，你站起来，什么？不是扭扭捏捏的，是瞬间居然全部站起来，我真的很震惊哈。我觉得神是在鼓励我们，不是说他们哇站起来，生命改变了，哇，他们以后都不会做错事，不是。我知道那个未来的路还有很长，但是我看见神的爱已经临到这些孩子，神的爱临到他们的生命。以至于他们愿意来信靠耶稣。这是谁的孩子呢？这是我们的孩子，这是教会的孩子，是上帝宝贝的孩子。有一位牧师，他叫 Bill Wilson， 他在这个美国的这些最贫穷、最困难的一些的，在这个地方布鲁克林区，纽约布鲁克林区，在那边关心那些的孩子。他就说，一个孩子生命中只要有一个人真的在乎他，他们就不会变坏。他说，或许我不能改变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但是我可以关心一个孩童。我看着那一本书，它其实是一本书，在介绍他们所做的事工。我就说，主，谢谢你，让我们也能够学习像耶稣一样，学习来接触这些被轻视，甚至是不被看重、被排斥的这些孩子。而当他们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我相信神你的爱要大大的充满他们。我相信要透过教会对他们的接纳，他们要经历生命的改变。当人家说这是谁的孩子的时候，我说这是我们的孩子，这是教会的孩子，是上帝宝贝的孩子。求神帮助我们。我相信神不仅要使用金城教会，使用建成教会，让教会能够成为一个敞开的地方。会有许多不同的人来到教会当中，但是他们可以在这里感受到耶稣的爱，他们能够在这里经历生命的改变，他们能够在这里得到完全的接纳。最后，我有准备一个小小的影片，要给大家，我们请同工帮我们放一下。建成教会，谢谢你们。对，这是我们的孩子。我相信他也是建成的孩子，因为他是上帝家的孩子。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建成教会能够透过支持奉献金城教会的青少年的事工，主要让我们看见这种教会能够一起来关心这世代的孩子，这世代的青少年。主要也一起关心在大专的事工上面。主，我们虽然我们靠我们自己觉得能力很有限，但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知道我们依靠你，知道你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招罪人悔改。主啊，就是要来带领那些被遗弃的、那些被忽略的、那些在公园里面的这些的孩子，他们不知道生命的方向，但是主你知道，你爱他们。主啊，你差遣我们要到那边跟他们做朋友，也将耶稣带到他们身边。主啊，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他们因着认识主，他们都要来经历生命的改变，
经历生命的翻转。主啊，他们的生命能够有目标、有方向。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愿神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众教会，我们能够一起在这福音的事工上面。主啊，我们不是嘴巴说说，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体会神你的心，体会神你爱世人的心。主啊，当我们看见他们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是感受到神你的爱大大的临在他们。主啊，不是我们要夸口我们所做的事工，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未来的路还很长。但主求神你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心。主啊，你也敞开我们的心。主啊，让建成教会得着神的祝福。主，谢谢你让建成教会做很多关于社区的事工。主啊，有许多人他们要来到这里。主啊，求神你帮助。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我们也能够被兴起。主啊，我们领受神你这么多的爱的时候，主啊，也让我们来回应神你的爱。主啊，也将这些的人、这些的孩子、这些的青少年、这些的长辈都带到你的面前。主啊，相信神你的救恩必要临到。主啊，你要将得救的人日日加给我们。主啊，我们愿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跟随主。主啊，真的是撇下一切来跟随你，回应神你的呼召。主啊，我们要跟他们一起用餐，我们要接纳他们，看见神你的爱，神你的家就在这里。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站立来唱回应诗。第二首。就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已先爱我，跟随你的脚步。谢谢你呼召我们，主，我们愿意回应你的呼召，一生来跟随你。愿神你带领我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歌，带着回家 ，Come on！ 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唱哦。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哦，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耶稣永远与你同在呀。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
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你是我最爱天父爸爸。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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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我们二堂在这边闭会，大家会后可以彼此请安联谊哦。哈利路亚。